最近这天气呢，是安尼连绵寒，佮连绵热，也影响到农民的收成。伫咧新竹县新埔镇呢，受农民这一架外这梨仔园受损，都有来到9成，是遐尔惨重。农业处是表示讲，经过初步的了解甲调查呢，这受灾的面积差不多是30公顷，原来受损率是30%，会办理会勘来答应补助。像这样子有没有？像这个外观这个像这个也没有用，它也是没有做过。看到家己辛辛苦苦种的水梨啊，真啊唔拿果子无法度结果，连外皮拢受到严重伤害，受天气影响，新竹县新埔镇原地种有大面积的水梨啊，即马产量可能敢若剩1成尔。它温度都几乎都是大概9度以下都有。我们最测的话，我们这个大概5度多。损失以我来讲的话，大概是8、9成。所以我们农民这个水果1年才一次，寒流来，所以损失的非常严重。因为农民只靠这个生活啊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呢，能够来协助。但是新竹县农业处甲农业部相关单位也派人到现场会勘，刷去会统计农民的损失，提供农民申请天然灾害补助。会同桃园区农业改良场以及农粮署人员到现场去会勘。那未来将依据今天的会勘的结果，来向中央争取相关的救助。果子农无奈讲，今年的天气实在变化太大，尤其是有一阵啊，当地上低温度，甚至敢若剩5度，这对靠天食饭的农民来讲，实在是要靠无目屎。因敢若希望政府会当提供相关协助，降低损失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